有冇人買過我豆漿嘅？而家都好多人問緊啊！快啲幫我。嗱，我呢個豆漿咧，佢入邊係咩豆漿嚟嘅咧？有我哋嘅鷹嘴豆，跟住無花果，仲有我哋嘅南瓜子。即係平時買豆漿嘅朋友仔，你哋買嘅豆漿係咪？我哋呢個係無糖嘅。第一，我哋嘅嗰個豆漿係無糖噶。第二，你行出去賣，你個豆漿幾多錢？你話俾我知。兩三蚊一杯。係咪要2蚊一杯？要。係唔係？係。一盒。你之前嗰度你俾到5盒㗎。3盒。4盒。你俾到5盒嘅。係咪4盒嘅？你上次俾到5盒喎。咁就當5盒啦，叫佢上翻加翻到5盒佢。佢上咗嚟啊！品牌幫。品牌幫，這次要加到5盒，上次還是給5盒，這次也是要給5盒。要4盒嘛？不行，是5盒，我告訴你了，5盒，我要的不多，要的打個一，仲有個杯嘅喎，還有一個杯的哈，再送埋呢個搖搖杯，再送2條，再送2條試飲，再俾2條試飲，唔好飲嘅退翻俾你，退翻俾品牌方。你可不可以這次搞這個無痛？不行的話，我就下架了你們的產品。因為線下49賣1盒的，你這樣我就給你加20。我不管你啦，我哋嘅豆漿入邊有乜嘢嚟啊？有亞麻籽，有鷹嘴豆，有非轉基因大豆，仲有南瓜籽。對我哋老人家係非常之好嘅。仲有一個就係對我仲有無花果嚇。咁然之後佢甜唔甜咧？佢唔甜，微甜，但係佢入邊咧佢係唔含糖嘅。佢嘅甜味係嚟自於我哋嘅無花果。係，冇錯。啊！你飲過嘅，你可以持續飲嘅，因為飲咗咧佢都唔會肥嘅，唔會話點樣噶啦，佢好靚個豆漿，好好飲啊，真係好好飲，我唔係同你講笑。你可以給多少份給我？因為我的人都走光了。我就給你20份，小圓姐姐，你要多我真給不了，因為這個東西。我這樣好不好？我也不跟你聊了。剛剛昨天跟今天已經很多人要了，我就要的不多，我就要68份。68份。如果你哋話我朝頭早我唔想去咁辛苦煮個早餐嘅，飲一杯咧好嘅豆漿嘅健康嘅五穀豆漿嘅，入邊有亞麻籽，入邊有南瓜籽，有無花果，有非正基因大豆啊，仲有南瓜籽嘅，你可以試下，好唔好？嗱，我哋準備咯，68份咯，1、2、3，上車。好，已經上咗啦，跟住你哋嗱，幫我睇住嗰個乜嘢啦。係，因為呢個飲起翻上嚟咧非常之好，佢全部都係植物嘢嚟嘅，植物磨粉，跟住有嗰個南瓜籽啦、亞麻籽啦，跟住鷹嘴豆同埋無花果同埋我哋嘅非轉基因嘅大豆。咁我哋亞麻籽咧係好有我哋豐富嘅呢個 omega 嘅脂肪酸，即係對我哋嘅心某、腦某、血某管咧，佢係好好嘅。其實老人家咧飲。其實老人家飲呢個豆漿咧，佢好好嘅。除咗老人家，我哋嘅孕婦，我哋嘅小朋友可以每日飲一杯，係每日飲一杯啊！嗱，我上完呢個咧，我會上白雲豆噶啦。我哋呢個咧係8大零添加，零香精、零色素、零蔗糖、零防腐劑、零增稠劑、零膽固醇、零反式脂肪酸同埋零乳糖。呢個種我好抵噶啦，因為佢入邊嘅亞麻籽係好貴嘅，亞麻籽油貴唔貴？你自己睇睇係唔係？係唔係？你介紹一下吧，那個美女，讓你介紹推廣一下。好，來這樣子，就是你們平時出去外面買的豆漿是很單一的，它只有豆漿，但是我們這一款，你們看一下配料表所見即所得，它只有我們東北杯轉基因大豆、無花果、鷹嘴豆、亞麻籽、南瓜籽，除了這個之後是沒有任何的一個添加的。你每喝上一杯的話，直播間所有姐姐阿姨們、朋友們，咱喝上一杯，你可以喝到3杯牛奶的蛋白質。你等一下，你聽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跟他們解釋一下哈。你飲一杯嘅豆漿就等於3杯嘅純牛奶嘅蛋白質，你睇清楚未？因為我哋有5種嘅膳食纖維，同埋即係等於5種嘅嗰個瓜子仁嚟造成嘅哈。你睇清楚，你繼續說。
对，然后的话，你看，就我们有这种情况的都可以去喝。咱们平时的话，对吧？情绪不太稳定的，在做生某财管理的，三餐吸收不好的，还有的话，我们饮食不规律的，饭袋子不太好的，想要去呵护我们这一个地方的，看到了吗？想要去呵护我们这一个地方的，都是可以去喝，因为我们这没有加糖。小到刚会走，上到100岁老人可以喝，孕妈、母乳期、备孕期，性高、性糖、性脂的都是可以去喝的，因為裡面是沒有加糖的，朋友們。你聽唔聽到啊？佢係冇加糖噶啦，你睇清楚，佢嘅配料表好簡單嘅，配料表讓他們看一下。好，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嗱，我哋嘅我哋嘅嗰個非轉基因大豆，你睇唔睇得到？我哋嘅瓜子仁係南瓜子仁，同埋我哋嘅嗰個亞麻籽，你睇唔睇得到？再加埋我哋嘅無花果，我哋已經顯示晒出嚟噶啦。你繼續說一下。配料非常之乾淨啊，唔含其他嘢啊，即係連嗰啲咩防腐劑啊剩翻20份，唔加單20份，你飲過嘅你可以連上嚟噶。你要嗰個猴頭菇麥片嘅，你去杏魚直播間買，我呢度冇優惠嚇，我呢度係冇優惠，剩翻19份，我賣完就落單噶啦。嗱，你睇清楚，特別添加咗明星食材鷹嘴豆，鷹嘴豆有什麼好？鷹嘴豆就是那些明星他們在做一個生某財管理的，然後的話想要注重飲食的，然後的話都可以去喝鷹嘴豆這個成分。我給你看一下直播間所有朋友們，你們喝到這個東西，它的營養是特別的豐富的，裡面是有歐米伽酸。歐米伽酸是平時你們吃那種大幾百、大幾千的魚油裡面它才有的一個成分，還有亞麻酸、鎂、大豆異黃酮。大豆異黃酮對我們女人特別好。大豆異黃酮是對我們的那個腮啊很好的哈。對，然後還含鉀，還含鈣。它這個的話，喝上每一杯，你一天就喝1杯就夠了。女人一定要多喝豆漿，因為豆漿的話，它裡面是含大豆異黃酮，它對我們女人這一塊是特別好的，知道嗎？你睇唔睇得到啊？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唔睇得到啊？其實真係好好嘅，因為佢嗰隻杯咧，佢個質量都好靚嘅，仲送一隻杯俾你哋，送2條俾你哋試飲，你哋唔好飲嘅，你哋退翻佢就係啦。但係凡係有人買過我哋呢一杯豆漿嘅，佢都會離唔開我哋呢個豆漿嘅魔力嘅，因為佢唔含脂肪，你要搞清楚。對，它這個的話泡出來是特別的絲滑細膩的。對，它都是優質的蛋白，優質的蛋白，很好的。特別係對我哋女人咧，經常有鬚根嘅女人啊，你買咗好多係咪？唔好意思，剩翻10份啦，謝謝你哈，我要下去了，翻嚟啊。